并没有一个结论。不过各位兄弟，咱跟耶稣基督的对话，我们不可以放它没有结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像尼哥底母，圣经里面的尼哥底母没有结论，无讲出来伊信有信无，无讲出来伊有要照迄个上帝国的款式来活无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咱是躲不过的。我们每一个现代的尼哥底母，咱甲上帝，咱甲耶稣基督对话了后，我们要做出抉择，是毋是要点头生？是毋是要对水甲圣神生？是毋是愿意看到上帝国？是毋是要入上帝国？入上帝国绝对毋是死了后的代志。各位兄弟，进入上帝国不是死以后的事情，入上帝国是今嘛就会发生的代志。我们还活在世界上，如果愿意活出上帝国的样式，我们现在就入上帝国，绝对不是等死以后才进上帝国。所以，我们好好的对付我们自己。咱生命内面所有你可以觉察的无够水的所在，刚刚这下到我有提醒，什么叫做地狱？什么叫做地狱？所有美善的相反的集合。那到底咱要继续抵地狱，还是去上帝国？就把我们生命中所有不美善的部分怎么样？认真对付一下，认真来个对付。在圣神的当中下面，我们认真来对付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不美善。其实我们就在上帝国了，我们就仿佛在天国。不觉得很有盼望吗？这是很有盼望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觉得哇好困难啊，很没有好像觉得说这个遥不可及。不会，我们一件一件的对付，咱生命中所有的不美善。像我就很爱生气，有没有？易怒冲动，所有的不美善，我们就一件一件的对付。那我们就离地狱越来越远。盼望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当这款的呈现，让当心来祈祷。感谢天父，阮的生命是有盼望的，阮